调。我的囝，你着注意听我的话，耳耳孔听我所讲的，毋通互伊离开你的目睭，着记牢伫你的心内，因为找着伊的人，就得着活命，通过身躯得着勇气。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献诗，新献诗18首，我心俄勒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咱用新的诫命来信仰告白，来，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该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该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的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条，亲像我捌听恁，恁着安尼三条。恁若三条，怎然做要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遮济。是英文。以色列啊，你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帝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啊，你着注意听。这些，恁着全心全意、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日命令恁，这个话着记伫恁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人行。搁绑伫恁手内做记号，着写伫你
厝的门腔。这是咱来祈祷。听阮的上帝，阮来到你面前，期待每一天，甲你相拄的时间，来享受你甲你讲话的美好，领受对你来的能力，领受你的丰盛甲恩典，得到你全新的福气。愿主带领阮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互阮领受你信心的话，因为你的话是生命的良药，是阮生命的美牛。主啊，以前的关系，互阮生活拢改变，人甲人之间明的现象，甲以前共款来生活。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也互大家伫心灵上拢有惊吓。佫有对岸飞机的老台，互咱大家每一天拢为这个疫情战争来祈祷。求主利用公义的隻手来平息疫情甲战争，阮相信上帝会在伫你的时间内，将一切变做美好。阮也将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中，因为阮相信你有安慰、医治的气力，伫主的祝福中平安。健康。牧师早起要分享的信息，吃下上帝的话，互大家诚做每一个人的信心力量，来荣耀主的上帝，伫生活上拢有气力。阮安尼祈祷、感恩、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免。俄勒青少气，当你找到我。
当你找到我，感谢介绍区的赞美。圣经启示录10章1节到11节，启示录10章1到3节，1到11节。第1节，我搁看见别个大开来的天使，对天干了千分做衫，头壳顶有孔，伊的面亲像日头，脚亲像火条，手中所细细的捆的册，已经掀开的。伊只脚踏伫海里，倒脚踏伫地里。大声嚎叫，亲像狮在吼。嚎叫的时，迄7个雷就出因的声。7个雷已经出声，我要写伊，都听去对天有写讲。7个雷所讲的，你着分捌，无伫写伊。我所看去。徛伫海甲地里的天使，举头伊的手往天，是创造天甲地里的物，地甲地里的物，海甲海内的物，活到代代无穷尽的。来就怎讲？以后无阁有时日，独举第7个天使出声的日。当伊喷号头时，上帝奥妙就食，照伊所传，予伊的奴仆，遐个7个福音，我前所听去对天的声，大哥听去伊对我讲话讲，迄个徛伫海甲地里的天使，手中所提掀开的册。你着去摕，我随时去召唤迄个天使，甲伊讲，着用迄捆细细的册予我。伊就甲我讲，你去摕去食，伊要互你的腹肚苦，伫你的嘴内要滴亲像蜜。我就对迄个天使的手。摕细棍册来食伊，伫我嘴内果然是就蜜，已经吞落去，我的腹肚就苦。因甲我讲，你着搁参母来论过济百姓，济邦国，济口口，济公文的书。今天我所要分享的信息，吃下上帝的话，加了上帝的话，对吗？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愿用祈祷透到你的面前。我一摆用你的话，三个伫遮来分享，三个伫遮学习。主，可能当，互你的话，成为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特别伫启示录这本圣经的顶面，更加明白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伫阮人生的最后，我要怎样伫遐来坚持徛在甲你中间更较亲密的关系。愿你会当时时互阮，因为你的话，伫阮的生活甲生命中来领受。因为你的话，成为阮最大的影响甲帮助，不但影响阮本身，帮助阮本身，也会当帮助更较侪人来认捌你、归向你。当时是阮要对你的话三下实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也即大家平安。有人问讲，圣经最后的一卷，最后一本册《启示录》。启示录到底是怎样的一本册呢？
佢会当用3方面，咱直接来思考。第一，伊是启示，对将上帝特别正的事，伫遐无个隐瞒、隐藏，明明的指示出来，互咱人来知影。第二咧，是伊的预言，人伫罪恶甲艰难的世界，咱直接来接受即个磨练，接受即个挑战。上帝有恩典，有慈悲，有疼痛，也有管教甲刑罚。人伫其中所选择的道路，将决定伊最后要去的所在。第三，伊是书信，是要教导甲指引伫患难中受苦的人，做出正确的选择，趁伫今生做足准备，永世享受到甲上帝同在的欢喜。简单来讲，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照着伊的使徒约翰，将上帝对这个世界、人类历史的结局，以及永远国度的心意，咱世间人伫遮来显明。特别伫启示录1章甲3章，记载主耶稣对教会的安慰、鼓励甲警戒，因为将来审判是对上帝的家伫遮来开始。所以主耶稣期待教会伫遮会当最好的准备，并且会活出决胜的使命。第4章，约翰看见天顶的阳光，这种的景象，24位长老敬拜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者，迄个使命的得胜者。将来伫上帝面前的敬拜，对第5章开始，原本用7个印封目的这个册，已经伫遐来天开，就是审判的册伫遐来天开。因为上帝宽容世间人的时间，已经进入伫这倒数计时，是讲开始计算的时间。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要拍开的救赎恩典，这个门特别已经开，即摆要甲关目，正是要进入审判的时期。所以7个封印一个一个被拍开，有假的基督的欺骗，有战争的残酷，有经济的崩盘，有瘟疫，有死亡的威胁，也有天神的坠落。山崩地裂，等等种种可怕的灾难。兄弟姊妹，启示录所记载这的天灾人祸，今仔日已经有侪伫咱的眼前，伫遐来显现出来，只是还未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这是因为上帝还阁保留一寡时间，要咱基督徒甲伊同工。同齐伫遐来抢救这失丧的灵魂，互更加侪人听到天国的福音，这个好消息。咱知这2、3年的中间，这几年全球性的疫情以及经济的衰退，拢互咱来看见末世的苗头。海啸还是地动的发生，这个频率拢伫遐超过100年前。那是咱敢无伫遮来警醒嘛？所以咱要求上帝帮助咱，将疼上帝、甲疼人灵魂的心放伫咱的内面，通互咱会当勇敢伫遮来行出去，见证上帝的疼甲恩典。那呢，咱如何要伫这个艰难的世代，成做上帝的见证人呢？答案。就是今仔咱所读第10章，爱将上帝话加落去，爱将上帝话加落去。只有加入上帝话，咱的内在这个灵才会当得到把助，心灵勇敢壮大，咱才有气力，才有能力，伫这来做上帝爱咱做逐种水果好的工程。今日咱所读这段圣经节。启示录第10章的记载，
约翰直接来看见，伫真正大灾难临到的以前，有一个大溃烂的天使对天降落，直接来传达了上帝的信息。这伫即章的顶面，咱当分做三大部分，直接来讲明。第一部分就是约翰看见有一位大溃烂的天使。启示录第10章1节甲第4节安尼讲，我阁看见别个大溃烂的天使对天降落，穿云做衫，头壳顶有星，伊的面亲像日头，脚亲像火条，手中有细细光的册，已经掀开的。伊正脚踏伫海里，倒脚踏伫地里，大声吼叫，亲像狮在吼。伊吼叫的时，迄7个雷就出因的声。7个雷已经出声，我要写伊，都听见对天有声讲：7个雷所讲的，你着防目，无得写伊。这位先出现大溃烂的天使，直接对天降落。大溃烂是指坚强、有惊人的能力。这位大溃烂的天使有5个特点：头前的身躯穿着什么？穿着粉彩。粉彩伫圣经中象征上帝出现的时会阳光荣耀。第二，伊讲头壳顶有什么？有星。星第一摆出现是伫拿阿大水了后，那上帝献祭，上帝用星。正做因立约的记号，这个约也是生命之约，表明上帝对人类世界的疼惜甲怜悯。第三，面亲像日头，象征伊是公义的日头。第四项，脚亲像火条，表明伊坚定无摇错会执行公义甲圣洁的审判。第五，伊的正脚踏伫海里，倒脚踏伫地里。这个脚踏，只要表征讲对伊有关并。海甲地上顶全地，全地原本是上帝所创造的，虽然伫即时暂时互撒旦的溃烂。伫安那占领去，但今仔日拢要归回伫上帝。所以综合这5种的特点，一般圣经学者认为，这位大溃烂的天使，就是得胜的耶稣基督。伊带着阳光的权柄，要来执行公义的审判，总是纪念上帝甲人所立的约。伫全面审判以前。有缘没有人类，就讲互咱人一个机会。兄弟姊妹，咱知影信息的上帝，伊是有大有怜悯，伊一摆搁一摆，互人有机会。但已经是最后的机会。如果你若无紧紧伫遐悔改，转向上帝，将来的审判对咱是通惊的。这位大溃烂的天使。手顶摕着细细光的册，并且是掀开的，讲是拍开的，表明册中所记载的代志已经无搁再隐藏，是公开的。接续落去，这位天使大声吼叫，亲像狮在吼，互人听了心非常的惊吓。规个圣经形容上帝声音一发出。就那像拍雷的声，互天地拢震动。果然，这位天使吼叫的时，都有什么？马上就迄个7个雷就出因的声。这7个雷的声音到底讲了什么呢？约翰伊只讲想要将伊所听到这7个雷所讲的话记载落来，总是去有声音甲伊讲，袂当记录。因为这7个字所讲的内容，现在还阁袂当
公开互众人知影。嘿，姊妹，咱都要相信，凡事拢有上帝的时间表，上帝的时间表，上帝伫遮决定。所以上帝要互咱知影的代志，时间若到，自然就会公开互咱知影。如果还未到，互咱知影的时间，迄时啊，稳重的是要保护咱，避免咱因为知影伤多，却无法度面对，会讲无法度伫遐来解决，突然增加侪伤害甲痛苦。我毋知影伫咱人生经验捌经验过，无应该知，咱去知了，有时啊心啊会艰苦无？咱人生的中间真侪就是安尼，无应该知的，结果知，甲你个无法度解决，啊变安怎？尤其咱对咱的囡仔吼，我讲咱的囡仔，咱对咱囡仔是毋是上知？啊伊若变好，感谢上；若变歹咧，要甲改有法度无？有时咱无法度，有时无法度。我伫辅导做这个囡仔学生的中间吼，就是安尼事。到尾老师讲，无到尾时代安怎讲？无阮即个囡仔互你饲啦，讲要互囡仔要互老师饲吼，迄种的无奈的感觉。其实有时知无法度面对，无法度解决，突然增加侪伤害甲痛苦。所以上帝无爱互你知的代志，咱毋免想过安那好奇，是伫遐邀疑上帝，咱都爱耐心伫遐来听候。培养好家己的能力，直到咱会当来承担这个责任，上帝自然就会甲你讲，互你知，迄个时，你就会当勇敢来承担这个使命、这个责任的时刻。第二部分是大有气力的天使宣布上帝奥妙成全的时间点。第50到7节咧讲。我所看见徛伫海甲地里的天使，举起伊的正手向天，只创造天甲天里面，地甲地里面，海甲海里面，换到代代无穷真理来咒詛讲，以后无够时日，独独伫第7个天使出现的日，当伊要分河头的时，上帝奥妙就正，照伊所传予伊的奴仆。遐是先知的福音，这位卡达海甲地的天使，伫发出后叫了后，准备宣布册内的奥秘的时以前，伊先举起正手来向上帝咒詛，表明伊所讲的话是真实，绝对无虚假。伊讲啥物咧？伊讲以后无够时日。啥物叫以后无够时？就是讲无搁再有延前，袂搁再延前。总是第7位天使要分河头的时，上帝奥妙就伫遮正，正像上帝所传予伊的奴仆正先知的福音。以后无够时日，就已经时间到啊，无够延前。即句话就是咧回答。第6章第10节记载遐为着要宣扬上帝的道，重新干净、入灭抬的人的灵魂。伊伫这段下面喊话：善国真的主宰啊！你无审判踮伫地上的人，来称阮老伙的冤，要到什么时啊？伊安尼生。当对天顶降落来大气力的天使，指着创造万物的主咒詛讲，无搁再延迟。这个意思讲，正圣道日暝所期待的拯救甲审判，已经真正来临到啊！互遐个正受苦的人，伫遮得到真大的安慰。等到第7位天使要分河头的时，真正的末日就真正来到。第7位天使要分河头的时，耶稣基督就降临。上帝奥妙，上帝对世界、宇宙、人类的计划，
伊国度的阳光，整个拢会伫遮正对生存，人会当活得亲像人，活出伊受造的奇妙甲可畏，活出上帝儿女的尊贵的现象。所以，亲爱兄姊妹，如果这个时你正伫遮咧受苦受难，感觉你灰心失志的时阵，是毋是你绝望，看袂到天光？毋免惊，上帝拯救的时阵已经来到，所以咱必定要心存盼望，耐心听候。每一天，上帝拢必定会有新的人面、稳定甲慈爱，要互你。所以，伫遮所讲，在第7位的天使要分雨头的时，这上帝要实践伊的旨意的时刻，并且佫讲，上帝这个旨意早就伫先知的预言中已经提过啊。咱知影先知是上帝罗卜，上帝要进行拯救甲审判的计划，拢会大声将这代志甲伊的罗卜。就像创世纪第18章所记载，上帝要甲所多玛、蛾摩拉毁灭这个计划，先甲伊的什么人？伊的朋友亚伯拉罕讲一样，确实上帝所要做的代志，已经拢伫圣经的内面伫有记载。所以咱若想要明白上帝心意甲作为，无其他的路，只有好好伫遮来研读圣经，就当明白上帝的奥秘。第3部分，加入上帝的话，才会当甲上帝同工。第8节甲第11节讲，我前所听见对天的声，当搁听见伊对我讲话，讲。迄个徛伫海甲地面的天使，手中所提掀开的册，你着去摕伊。我随时去就近迄个天使，甲伊讲，着用迄卷细细的册互我。伊就甲我讲，你摕去食伊，伊要互你的腹肚苦，伫你的喙内要甜亲像蜜。我就对迄个天使的手摕迄卷册来食伊。伫我的喙内果然甜亲像蜜，已经吞落去，我的腹肚就苦。因甲我讲，你着搁参与来论去做百姓，做邦国，做口口，做君王的事。加入上帝话，类似的经文，伫这以西结3章1节到3节有记载。伊就对我讲：“人子啊，着食你所得到的，食迄卷册，也着去对以色列家讲。对安尼，我开嘴，伊就互我食迄卷册。佮对我讲：人子啊，将即卷我所互你的，着食伫你的腹内，充满你的肠，我着食伊，喙内知伊会甜，亲像蜜。”这是非常象征性的话语，兄弟姊妹，咱要出去为了上帝来做工以前，咱必须要先加入上帝的话。咱要甲上帝的话语加落去，咱才会当正确来讲出上帝爱咱所讲的，做出上帝爱咱所做的。咱内面的灵。如果若无大声得到上帝的话的这个勇气、供应甲滋润，咱就马上出去讲甲做。有真侪时阵，咱会拄着挫折，会拄着攻击，会拄着打击，马上就退败落来。兄弟姊妹，咱来知影人生处处是战场，才会当无亲像装备。就出去小战的，每一天，咱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这场生活，咱拢需要能力
尤其是要传福音，要带领人来信耶稣，更加是挑战。咱都要将上帝话伫遐加落去，才有气力来拍一场得胜。伫这战场的中间，咱得胜，咱都要加入上帝话。所以大开来天使甲约翰讲：“你摕去食伊，伊要互你的腹肚口，伫你的喙内要甜亲像蜜。”上帝话就那像是蜂蜜一样的甘甜，不过爱注意的就是加落去的时阵你会感觉你会感觉苦，然后就甘甜的感觉，延延的不断对喙内面沁出来。诗人伫遮讲，上帝话就亲像蜂蜜一样的甘甜。诗篇19篇70甲11节讲，耶和华的律法照常，会互人的心神活起来；耶和华的干净确实，会互戆人有智慧；耶和华的教示正直，会互人的心欢喜；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会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耶和华的判断真实，一切是公义。比金比侪侪好金较通欣慕，比蜜比芳芳滴落来的蜜较甜。佮你的萝卜对食的受警戒，守食的大赏赐，守食的有大赏赐。兄弟姊妹，守食的便有大赏赐佮大祝福。所以咱每一工咱人即马真侪人爱食保养品，有无？我会记阿阮这曾经发美国，伊拢叫我甲买保养品我会记咧咱人真爱食保养品，代表内在肉体咱得着健康。当然，咱知影上帝话是人类生命的食物，咱也着爱每一工伫遐食，每一顿伫遐食，咱的心灵才共款才会当健康勇壮。所以咱来求上帝帮助咱来看重心灵的健康，每一工伫遐食落上帝的话。为啥天使伫遮讲，这个册你都爱食落去咧？食落去腹肚会感觉苦。希伯来书4章12节，伊安尼讲。因为上帝都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凡魂甲神、骨节甲骨节，无毋刺入破开。心内这念头甲主意，也无毋监察，无毋对。针对遐个犯罪、做歹的代志的人来讲，上帝话会互因感觉非常的痛苦，因为上帝话就那像针共一样伫遐刺落去，是毋是那像针刺入人的骨头一般会来？因为安尼是，一个传讲上帝信息的人，都要先吞落上帝话，伊要大声食着上帝话伫心中的感受。一个真实的服侍者，必定要先用上帝的话来做自我反省，因为感受这个痛苦的滋味，伫明白甲反省了后，佮将上帝话伫遐甲伊传达出来。这个时阵，伊就会发现所讲的甘甜无比。这所以天使甲约翰讲，你着佮参与来论起侪侪百姓、侪侪邦国、侪侪腔口、侪侪君王的事，这是真重要。上帝话语并毋是只敢互家己厝内人得到好处、得到祝福，咱得到上帝话语的人，也佫有重要的使命，就是爱传达互所有的人知影。这个对象并无区分任何的民族、国家、区域、文化，甚至像对君王、
下对一般的百姓，拢需要上帝福音、上帝的信息。这也是耶稣基督伫上天以前所留咱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来讲啦，所以恁都爱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白镜圣性命。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驾驶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马太福音28章19、22节。这兄弟姊妹，启示录直接甲咱讲，上帝第七个天使就要分号头，这个号头，一个分，就是上帝要实现伊旨意奥秘的时刻，直接来临到。相信大家拢真想要知影，上帝旨意的奥秘到底是啥物呢？上帝旨意奥秘到底是啥物呢？相信真侪人想要知。天使直接讲，大声就安那，先甲代表上帝话安那，加落去，再将上帝这本册加落去。当然，你会感觉这个可接，然后呢，就会甘甜亲像蜜，一般的滋味对你的嘴出来。兄弟姊妹，咱活伫这个世间，总会面对侪的困难，无论是咱的家庭的生活，无论是咱的人际关系，无论咱伫职场的工作，咱处处拢有征战。所以咱需要将上帝的话每一工一喙一喙食落去，伫咱的生命得到养赐，咱的灵内面乃当刚强壮大，咱才有气力、有信心、有勇气去拍一场水果好的战争。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基督徒拢得要将上帝的话伫遐食落去，无做深信上帝的话会伫你的生命中，互你甘甜亲像蜂蜜的滋味，并且要滋润咱伫这个混乱、焦虑不安的时代，甲苦闷环境中的心灵，伫这个非常无用的世代，生命的苦闷、工作压力，往往互咱那感觉生命力哪像要高达去共一样，互咱来得到帮助。如果咱有上帝话做咱生命的基础，这款的信仰就是咱生命最大的气力，就帮助你我超过环境的限制，可能对生命的折磨。所以主耶稣直接安尼讲：我已经将这甲恁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你有苦难，到了恁通放心。我已经卡赢世间。约翰福音书16章33节。所以只有将上帝的话安那食落去。现在你有甲上帝的话食落去无？咱教会已经开始用啥物？亲眼讲吼，读经。无算啊，其他每一工拢会当读伊。每一季拢有一本册。咱讲道若是用新眼光直接来讲道，无算起就用新眼光起来一篇的圣经节，咱若将上帝话食落去，咱才有气力。敢咱的主耶稣同齐啊呐，赢过这个世间的苦难甲挑战，来成就咱生命，互咱的生命成做一个得胜者。所以咱求主帮助咱，互咱一定要认真将上帝话啊呐食落去。才会当互咱的生命成做真正的得胜者。愿上帝当帮助咱，时时刻刻伫遐来读上帝话，看那圣经明白上帝话，咱才会当明白上帝旨意，有上帝眼光来看待世间万事，咱才有法度去帮助、去解决、去处理。愿上帝帮助咱，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开始，主啊，感谢你。我一摆互咱来明白，你真正意爱阮对你的话会明白较晓悟，对你的话会明白较清楚解说。做可能会当过来一摆，
反正伫阮的生命中，因为你的话，伫遐得到鼓励甲帮助。无论阮现实是怎样，虽然有疫情的困扰，虽然有经济压力，虽然有各方面的挑战，总是阮因为你的话，将伫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我再一摆将阮本身完全恭敬的交托伫你的手，可以继续带领引带帮助、坚固甲祝福。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来勉励大家，回应上帝的话，献诗193首，旧的献诗462首，加起来来民歌首。谢谢奉献。
天日来迎市长。咱三个来感谢，听阮的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过去的日子对阮的保守，无论阮伫啥物款的境遇阮拢伫你的保守的当中得到平安。伫未来的日子，阮有愿意爱你，用你哪来咸的话做阮生活的准则，继续保守阮伫阮的生活当中。拢会当活出上帝你的款式，当阮献就阮淡薄的金钱要做教会圣工的路用请你来感纳，阮安尼感谢，阮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请牧师来介绍我们新的朋友。咱介绍咱今日的贵宾哈。叔叔，我的同学啦哈，伊的先生迄个于建成，伊的囡仔哈，于昭恩、于木真哈，全家哈，在咱的中间，愿上帝祝福因哈。咱回来当甲因交陪哈，甲因伫遐来分享，咱真侪哈。因对淡水哈，刚搬来邦桥遐，感谢主哈，互咱会当伫遮三角敬拜甲服侍。洪怡哈，讲对英国回来哈，搁一段时间伫遐啦关目，最主要带伊个小宝贝回来哈，无简单哈，查甫囡仔哈，愿上帝当祝福哈，搁甲看过恁，搁有啥物人无哈？安尼感谢上帝，咱从下面时间交咱思维者。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也欢迎红宇回来。带了一个小宝贝，继续过来报告。第二堂华语礼拜，请服侍同工，留下来继续服侍。礼拜后4楼妇女团契，主理有林牧师，欢迎兄姐来参加。下午1点。社青在4楼有聚会，主理王思明长老，圣诞节筹备会，邀请社青一起来参加。财务部报告，请教会及会计部再将1月到9月份的会计账整理出来，交给查账委员于军还有新宇来检查。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的会长都已经选出来了哈，大家就注意来关心。还有2023年1月8号主日就任至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加一个团契，在团契中被关爱、受造就，在服事中来学习成长。台北中会定义11月1号礼拜二上午10点，在莺歌教会举办第71届第3次会议。我们本会的牧师林牧师还有曾牧师要前往参加，我们为他们祷告。11月2号礼拜三上午10点，在3楼教会新眼观查经班。还有11月6号下主日，台湾神学院奉献主日，有派陈义志牧师来分享，为台神牧者事工来关心代祷奉献。11月20本会所定的抗力团契主日，当日只有一堂的礼拜婚姻节，我们将赠送结婚满10周年的伉俪们一份精美的礼物，
今年结婚10年以上的有伉俪，有张德基执事，还有林美惠伉俪。还有李正福、施玉华夫妇伉俪，还有龙岩跟桂新40年，还有王文玉、施敏20年，还有伯良，还有圣君10年。没有登记到啊，但是我们报告有遗漏的，请快通知林牧师，以便补登记。在礼拜中，我们还会夫妻洗脚礼，以表达伉俪关爱之情。还有已经没有父亲或是母亲的，我们伉俪的孩子也可以带领。欢迎向林牧师报名，礼拜后准备蛋糕庆祝10月到12月的结婚纪念日，欢迎一起来庆祝。众会妇女施工部配合北大女宣教会举办今年暨灵修会，时间在11月17号到19号，礼拜4到礼拜6，地点在板桥市杰士堡有氧饭店。讲师有潘纯会长、潘纯勉牧师，还有叶长惠老师，费用每个人5500。请看公布栏。我们今天的生日，黄以琳，还有洪文成、洪宇，洪宇刚好来。吴丽娟姐妹，愿上帝祝福。来，我们一起为他们庆祝生日。我们的事情。愿上帝祝福，日日蒙恩得福。我们请牧师来同心代祷。要祈祷以前，有一个特别要来祝福，就是迄个防疫的有生养有生这个 baby， 咱要祝福伊互伊当平安的成长，上帝甲人听伊的心永远存在所以咱要请防疫，搁一个是医生，咱请医生的爸爸妈妈啦防疫啦看爸爸妈妈来弄出来咱请你牧师来甲颁发来。来到头前来前面来，哇，这个是亲自好，等一下拍个照来拍个照来看头前来。来看一看红包遮到脸了我还是很害羞的平安咱这起立为了咱所关心咱所需要也是咱为了好因的时间所要行做，咱直接开声开始，同齐开声开始来祈祷主安的上帝，阮三个主旨，主安在你听阮也敬宣阮，阮真侪你的儿女敬拜服侍伫你的面前。咱今日阁对你的话伫遮三下实，咱至于阮来献上阮对你的求祷，特别为了阮的教会需要，敲找礼拜堂，会当当心敬拜服侍造就，主肯定也特别为了阮备办。
新邦希望教会开拓时光，也甲詹牧师正向姊妹三个地地。阮兄弟姊妹中间，无论出国出外，也是伫外国生活，也是因伫所经历生活的一切，拢有上帝你会看顾甲保守。特别祝福的手，放伫红姨，放伫依山，因的细囝的身上，互因的成长，互上帝甲听人对因的心日日增长，互因若亲近主，有上帝你的水甲好。拢伫因的中间，祝福妈妈伫因的心上。主可能特别也祝福因两个家庭，以及所伫遐成长的细囝。主你祝福手也放伫阮遮的身躯病痛兄弟姊妹中间，无论阮身躯病痛、身心肉体软弱软正艰苦，特别对于即场的疫情的顶面，阮有伫遐确诊，也是伫遐受苦难的同胞兄弟姊妹。也拢领受你圣手的医治甲帮助，特别伫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也是伫边界有侪暴力甲暴力中间的战争，致到侪人的死亡、家庭的分离、破裂甲破产，就肯定会当看顾伫即地方，互因会当紧紧恢复因的和平和平安，真正领导伫遮的混乱的地区顶面，来领是你上福分临到伫遮个所在，特别也看过阮台湾即个岛屿的需要，帮助阮的百姓更加让光荣壮大。特别伫你的话，伫你的引带甲带领中间，阮台湾诚侪仰望上帝的国度，来领受上帝我大的祝福。满满伫阮每一位的心上，阮伫遮对你所求讨的，阮本身的需要，阮代祷的对象，做可能特别伫祈祷中听阮的祈祷，伫阮的祈祷中来印证上帝伫阮的生命中的美妙作为，甲成就阮所期待的新领奇事。阮搁再一摆将阮本身与阮兄弟姊妹完全恭敬交托伫你的手。可以继续带领因带帮助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颂咏396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常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粒，甲咱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下子实践上帝的话，我们的礼拜到此，第一堂到此结束。